每一位受到感染甚至因此失去生命的国人，都是台湾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。身为总统，我要在此表达最深切的不舍与歉意。过去这一周，疫情的威胁仍然很大，尤其我们面对的是难缠的变种病毒，因此让疫情逐步的趋缓，降低重症率跟死亡率，是目前防疫团队正全力投入的重点目标。另外，高风险社区中是否还有无症状的感染情形，也要尽可能的找出来。每一位受到感染甚至因此失去生命的国人，都是台湾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。身为总统，我要在此表达最深切的不舍与歉意。政府团队一定会穷尽一切努力，把疫情控制下来，让大家重新回到健康平安的日常生活。这段时间，防疫团队强化医疗能量，并让年长者优先施打疫苗，来降低重症率和死亡率。此外 ，PCR 检验的量能也提升不少，风险较高的社区的筛检站正有序的开设，企业也投入快筛，帮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所有可能的感染风险降到最低。跟大家再一次报告这一些，是要来说明1个月以来，我们因应疫情的变化，做出了调整和改变。从中央到地方，政府到民间，我们会不断的调整出最适合的战斗队形，确保台湾不会被病毒打败。明天就是端午连假，我能够理解大家对于假期要避免外出，不能团聚，以及对于3级警戒再次延长，难免会有些失望与焦虑。即使如此，我还是要再一次拜托大家，端午连假请尽量留在原地，不要移动。真的有必要移动的状况，也请务必做好防疫措施，减少接触，才能避免疫情的扩散。下星期，日本提供的124万剂 AZ 疫苗即将开始施打，也请各县市务必配合指挥中心的指引，做好规划，有序施打。昨天大家也听到国产疫苗解盲的结果，但是是否能够获得紧急授权，后续还有非常严谨的程序必须进行。相关单位也将依照审查标准，以专业科学的严谨程序进行审查。不分国内外，安全有效是任何疫苗获得紧急授权最重要的先决条件。政府一定会依照国际科学标准，为国人健康安全严格把关，请大家放心。团结防疫的同时，我也要向大家报告一个新的进展，就是台美贸易关系最重要的咨商机制，也就是 TIFA 会谈，在未来数周将重新启动。我要谢谢外交团队这段时间以来的奔走努力，也期待这个新的开始，让我们国家在整体经贸发展上更有力量。最后要拜托大家，只要继续努力，我们一定能够度过眼前的难关，恢复我们正常的生活。谢谢大家。